Lesson 5. Take this one. 1. 听力 1.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 第1到5题，听句子，判断对错。 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3个人。我们家有3个人。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1. 我今天有点累，去外面吃晚饭吧。我今天有点累，去外面吃晚饭吧。2. 他们都在准备下午的考试呢。他们都在准备下午的考试呢。3. 医生说，喝茶对身体很好。医生说，喝茶对身体很好。4. 我准备了你爱吃的鱼。我准备了你爱吃的鱼。5. 这件衣服还不错，你喜欢就买吧。这件衣服还不错，你喜欢就买吧。第2部分 Part 2. 第6到10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 Questions 6 to 10.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6. 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我们在家吃吧，就做你爱吃的。6. 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我们在家吃吧，就做你爱吃的。7. 你想不想去看电影？我有点累，在家看电视吧。7. 你想不想去看电影？我有点累，在家看电视吧。8. 你和小明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准备明天的考试呢。8. 你和小明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准备明天的考试呢。
9. 医生说每天喝咖啡对身体不好。以后我不喝咖啡了，喝茶。9. 医生说每天喝咖啡对身体不好。以后我不喝咖啡了，喝茶。10. 你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有点大，那件还不错。10. 你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有点大，那件还不错。第3部分 Part 3. 第11到15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Questions 11 to 1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 Example. 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 Xiao Wang,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Xiao Wang's cup? 11. 外面有点冷。是啊，我们就在咖啡馆看书吧。他们在哪儿看书？ 11. 外面有点冷。是啊，我们就在咖啡馆看书吧。他们在哪儿看书？12. 我去准备晚饭，你们爱吃什么？我丈夫和我都爱吃鱼。她丈夫最爱吃什么？ 12. 我去准备晚饭，你们爱吃什么？我丈夫和我都爱吃鱼。她丈夫最爱吃什么？13. 这个椅子怎么样？我儿子不到1米，这个有点高。女的为什么不买这个椅子？ 13. 这个椅子怎么样？我儿子不到1米，这个有点高。女的为什么不买这个椅子？14. 你昨天的考试怎么样？听和说还不错。男的昨天的考试怎么样？ 14. 你昨天的考试怎么样？听和说还不错。男的昨天的考试怎么样？
15. 吃苹果对身体好，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我以后少吃一点儿，每天吃一个。男的以前每天吃几个苹果15. 吃苹果对身体好，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我以后少吃一点儿，每天吃一个。男的以前每天吃几个苹果3. 语音 3. Pronunciation.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题，听录音，注意每个句子中重读的部分。Question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1. 这是今天早上的报纸。2.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3. 这个粉色的房间是我女儿的。4. 大卫在北京学习汉语。5. 我们学校每天早上8点半上课。第二部分 Part 2. 第二题，听录音并跟读下列句子，注意重读的部分。Question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1. 这个月我每天都游泳。2. 谢鹏买了几个新的杯子。3. 那是李小姐的电脑。4. 粉色是我女儿最喜欢的颜色。5. 我每个周末都去那个中国饭馆吃饭。